有時候我哋會遇到客戶咁樣問醫生，可唔可以一次將所有癌症都檢查出嚟啊？有強烈嘅健康意識，非常之值得稱讚。不過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下，癌症篩查其實唔係咁樣做㗎。係唔係所有嘅癌症都可以透過篩查發現？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有1/3嘅癌症可以透過篩查去早期發現，從而可以獲得治癒嘅機會。所以科學嘅篩查非常之重要。醫學界已經喺早期篩查做咗好多嘅研究，但係到目前為止，確實能夠降低癌症嘅死亡風險嘅篩查項目其實唔多，主要係包括乳癌、子宮頸癌、肺癌、大腸癌同埋前列腺癌呢幾種癌症。美國嘅預防醫學工作組推薦大家根據醫生嘅專業判斷同埋自己嘅實際情況，定期進行呢啲腫瘤嘅篩查。乜嘢人需要做癌症篩查？唔同嘅癌症對應嘅高發人群唔一樣。以常見嘅癌症為例子，乳癌係女性最常見嘅癌症之一，高風險嘅人群包括40至60歲嘅婦女，有乳癌或者卵巢癌家族遺傳因素嘅，佢哋嘅發病率會更加高。前列腺癌係典型嘅老年男性特有嘅疾病，50歲之後更加常見，年紀越大越容易發病。前列腺癌同家族遺傳有關，高脂肪嘅飲食同佢嘅發病率有好大嘅關係。大腸癌嘅發病唔分性別，男女發病率都好高，仲出現咗年輕化嘅特徵，所以40歲開始就需要注意啦。如果你同時有長期食煙飲酒、飲食唔規律呢啲日常生活習慣，就更加要謹慎啦。具體幾時做咩檢查，我哋都俾咗大家一個具體嘅參考啦。篩查項目係唔係越多越好？癌症嘅篩查唔係項目越多就越好㗎，我哋更加建議聽從專業醫生嘅判斷，針對性咁做檢查。因為每一種癌症嘅篩查都需要做特定嘅項目，先至能夠達到目的同埋效果。有好多項目其實做咗，但係並唔能夠準確咁檢查出腫瘤或者排除呢個腫瘤，唔單止浪費時間同埋金錢，有時候可能對身體仲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損害。比如話胸部嘅 X 光同埋 CT 呢啲檢查做多咗，可能對身體有一定嘅損害。二嚟，如果項目選擇得唔啱，又出現咗一啲模棱兩可嘅結果嘅時候，醫生就可能需要幫你做更加多嘅檢查，有時候甚至要做一啲有創嘅操作或者小手術嚟明確呢個診斷。除咗對身體嘅損害，仲會造成不必要嘅心理負擔。另外，好遺憾嘅係，我哋而家仲未有一個檢查可以篩查出所有嘅癌症。每年做嘅常規體檢可唔可以查出腫瘤？常規嘅體檢指標比較難發現早期嘅癌症，不過由全科醫生主導嘅體檢可以根據個體嘅情況，重點關注某啲癌症嘅早期徵兆。比如話肝癌，好多人細個嘅時候就有肝炎或者肝硬化，自己可能已經習慣咗，但其實呢兩種疾病都會增加肝癌嘅風險。全科醫生會關注同癌症相關嘅慢性疾病、生活習慣，幫大家合理咁增加檢測嘅指標，俾出隨訪嘅計劃或者轉介到專科嘅服務。相比起常規體檢，會更加有深度。